114年台南市體育局新股豐碩，申辦全中運 U12 世界盃少棒、U15 亞洲青少棒、華中杯排球賽、全國鐵人3項等多項大型賽事，得到中央體育署以及國內外選手一致好評。而且不只是比賽辦了好，選手的成績也破2年的紀錄。全中運台南代表隊總共摕下48名金牌、42名銀牌以及63名銅牌，總計153名獎牌佳績，破大會紀錄5項九人次，表現亮眼。那這是我們隔了22年沒有舉辦的一個運動賽會，那我們辦的結果也非常好，得到中央的肯定，尤其是體署那邊對我們非常的讚揚。同時，為了提升城市國際能見度以及選手國際競技能力，體育局積極拓展國際運動交流。今年也是古都馬第20檔舉辦，球希望透過賽事，讓咱的選手累積實戰經驗，增進國際競技視野和實力。古都馬拉松是第20年，那我們得擴大來舉行。那尤其是我們因為這個在市區的關係，我們限定25000個人，我們在不到1個月就全部都爆滿了。所以呢，明年3月1號的時候，應該會吸引很多的跑友到我們台南來，一方面來觀光旅遊，然後一方面來享受這個競賽的這個樂趣。那我們其他的項目呢，包括我們的國際龍舟賽。國際龍舟賽我們是配合我們的運河，明年是通航100年，所以我們擴大來舉行。另外，我們的華中杯的排球賽，在水甲這樣的一個球館準備來興建。那今年第46屆，明年第47屆，會越來越多的人來我們台南市。那我們希望多辦一些國際賽，然後讓我們的選手能夠跟國際的選手能夠來接軌，讓我們的選手能夠有未來代表國家，能夠在國際賽為我們台南市、為我們國家爭取榮譽。局長陳良全表示，透過國內大型賽事的磨練，讓台南選手競技實力持續提升，培養出國際競技人才，也讓基層體育扎根成效逐步體現，為未來國際賽事奠定穩固基礎。台南新聞張世維採訪報道。